今日同大家介紹最近入手嘅梳化床天花板。最近媽咪爹哋嚟咗香港探我，咁我就讓咗張床俾佢哋，自己瞓氣墊床。哇，瞓到我腰酸背痛。屋企人返咗台灣之後，俾我揾到澳洲床褥品牌 Ecosa， 原來有出2合1嘅梳化床。一向使錢好謹慎嘅我，都忍唔住入咗一張又睇得又瞓得嘅梳化床。只需要2分鐘，梳化就可以變成床，真係瞓得同床一樣咁舒服。原來佢係用 Ecosa 床褥一樣嘅袋裝彈簧同支撐鋪面，梳化布料仲通過 OECO-TEX 認證，安全又耐用。梳化床容易搬運同安裝，拆件盒裝送到屋企，睇住安裝教學影片，15分鐘就搞掂，唔使招呼人嗰陣，佢又可以係我工作位，同時係休息角落，放喺書房就 perfect 啦。之後媽咪爹哋再嚟探我就舒服晒啦，即刻上官網落單啦，仲有免費5年有限保養添。